在地新闻，在地人在地情来看，彰化有一个卖水电材料的头家，自细汉就只爱看布袋戏，所以伊嘛收藏真侪布袋戏红仔哦。咱做伙来看。请问你是来自何方的神仙？我是太子爷。哦，你是太子爷，我定定听到你的大名，今仔真正看到你的庐山真面目咯。收藏家黄正荣和乐工店长柯志宏两个人做伙搬布袋戏红仔。 看起来真趣味。它比较特别，就是因为它刚好有4尊，就是四海龙王。来到黄正荣收藏的房间，内底收藏200多身布袋戏红仔，有妈祖、千里眼、顺风耳和太子爷，做真侪种无同款的造型，而且每一个红仔头拢做甲真水。这个都真法。 对，这个它的价值大概在2万多，梳头一次就大概要6000块。黄正荣是做水电材料商，伊自细汉真爱看布袋戏，嘛透过网络收藏布袋戏红仔，就算开200多万，不过伊感觉做价值嘞。它就是有很多那种传统工艺的展现，养了200多个小老婆。凊彩摕一个布袋戏红仔，黄正荣拢会当斟酌解说。伊毋若收藏布袋戏红仔，嘛收藏传统的雕工和刺绣的工艺。